鋪頭喺灣仔經營已經超過20多年，我哋堅持每件翡翠都附有香港嘅鑑定證書。作為香港海關註冊嘅 A 類寶石交易商，我哋連續多年榮獲官方正版正貨同天然翡翠標誌，用專業同誠信去服務客人。呢個係我哋嘅網站，產品嘅價錢非常公道，歡迎 WhatsApp 或者嚟灣仔揾我哋。